《論語》開宗明義嘅句子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其實同佛法有好大嘅相通處，好大嘅關係。喺呢句說話嚟講，其實孔子教我哋要做君子，學做成就，我哋有兩個階梯。第一個就係要做到學而時習之，呢個其實就係我哋自己嘅學，自己學得到出嚟嘅一個喜悅。第二個就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，就係我哋去教誨弟子而得到嘅大家一齊嘅快樂。呢句兩句說話喺儒家經典嚟講，可以講緊就係一個嘅內性嘅功夫，自己修行，一個外王嘅功夫。但呢句亦都係同我哋學佛嘅完全一致嘅，就係話第一句可以講係自覺嘅功夫，然之後第二句就係覺他嘅功夫，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。孔子嘅弟子曾子將呢兩個說話，將佢能夠去演繹出嚟，一本大學嘅書。佢話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明明德呢句說話就係從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出嚟嘅。在親民呢句說話就係從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出嚟嘅。孔親子話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，呢個階梯同我哋學佛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可以講為不謀而合。而我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，我哋希望能夠得到嘅一個真真正正嘅一個涅槃境界。而喺如我哋能夠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，我哋能夠得到嘅做君子嘅境界，得到嘅咩咧？悅樂，呢個悅樂同我哋學佛嘅離苦得樂係完全同一個方向。所以其實學論語同學佛有好大關聯，亦都係我哋做學佛嘅一個基礎。